中国飞人刘翔12月7号在美国接受了脚部手术，新年到来了，他恢复的怎么样？又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呢？蓝色牛仔裤、灰色 T 恤衫、黑色跑鞋，刘翔一脸轻松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反正一天比一天好，对啊，现在就不用拐杖，也不用铁鞋了，然后就循序渐进吧，也不要太大意啊，走路还是小心一点，就确保这个脚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样子。从北京奥运会退赛到现在，刘翔经历了心理和生理康复的双重考验。对于2009年，刘翔也有着自己的愿望，就希望自己能够回到以前，对，还是可以比赛，当然希望能够有以前的这种竞技状态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就看之后的训练。昨晚，在上海的一场迎新活动中，刘翔与父亲通过视频连线对话，并合唱一首歌。祝大家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大家新年好。刘翔表示非常想念父亲和上海的家乡父老，他通过视频送上了新年祝福。父亲刘学根的新年祝愿则再次替儿子吐露了心声。祝福刘翔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顺风顺水，养好伤，能够早日恢复健康，以最好的成绩来汇报大家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。